我你做嘛了？天东先开个扎板泡沫切枪长嘛最先边，那么就错位出呢，应该嘛都容给写进了，没个开，刚起明开钱那么弄，做嘛了？旁边有名的就比不给装嘛，如我当朝蒙包个老酒要比不给装嘛的，没不当开当，通州先开的，钱那么来的个，我你装你来的个。今次干的人些呢，天东话起来恰恰那些呢，去天东那里却让个看那些就得容给没应给人呐，全东人有个年的给干的忙不起来，刚是做把得到，路上硬把得到，刚是硬把的天着个都，那么就错位穿的了，应该嘛都容给些的了，没个给突然年纪个人些钱那么弄了上了中，切错年口个不里得错了。刚性你把干这些天着个都，不给谁家的三弄了用就做一枚金眼没写的呢，看到你做些估计几把的呢，手中些马狗把起来，用这些呢，让你杀工过了，等不你到了错的些被没人干这几把人呢，没人啰啰嗦嗦给一杯血当抽一点呢，没人这个炒的把被问给东家个吃东吞巴。没给让人说用穿的把被运给钱把钱那些马狗把钱，不给谁家的呢？去看那些呢？不给我看那些呢？不给我做白里不大到人些没生草嘛看那些家的不给也呢？不给的那没有养着那个多把狗嘛的，跟着那个多把狗嘛的，看中的人些梦千万几个。不给也不当嘛就些没去了，些把电用绕给都离不起，离里没在应该些就梦着比经济。中国这个这个安康呢，真的七千户哪用时间的创的了，大不给些呢，我见着个多啊，见着的经济这些呢，我最聪明个不给些嘛特别进去的，些你来要哪用我见着个。我那装的家了装起去那得嘞，呀这么在那来几个滚起去那得嘞，前两把新么子家了牛装起那来几个用起那牛嘛那用起那，除了家属先起去一般的装的，不离起马多，没得一把起没的。我做农品子了不给有人的，年纪没你给的一把的真正个些个人的，那个可哪头多了嘞，前两把都切的。不给马死一当的，不给门家先上班的，都看这些。我你上路就当的，做马龙，我你做马龙。